好，各位朋友，大家晚安。那很欢迎各位来到我们这个直播的现场。那今天我们很特别，是要为林书信华姐妹安息主怀1周年，我们再一次的追思礼拜。那我们今天有邀请到亲人跟好友，跟我们一起来享受这段的时光。在提摩太后书第4章第7节这么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那我们相信苏信华姐妹就是我的岳母哈。那我们也相信在主的道路上面，她那已该跑尽的、该持守的，都已经持守住了。好，那我们接下来是我们的宣召，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4章16到17节，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那我们一起来唱这一首治好朋友就是耶稣哈。这一首歌呢是闽南话，记好的朋友就是耶稣。我们一起来唱这一首歌。好，请林老师来咱音乐台语会记得吼。来，记好的朋友就是耶稣。对，现在在线上观看的朋友，谢谢你们来支持我们这一年哦。那我们一起来唱耶稣。好，那我们可以一起唱吼。你会向笑的人做伙笑。心肝伤伤心。是我朋友就是耶稣，担水我可烦恼，真正人有大大福气，万事拢通对伊靠。心肝伤伤是老病人，多多花路艰苦事，只是对咱袂有信心，袂有放心交托主。叫在我的有阮一个，也是心里大烦恼，也是啥物大烦恼，痛伤伤心情，将大项来祈祷，叫朋友到这心中，甲我体贴万载好，我体贴再好，耶稣在咱心的挽留，就这苦事来祈祷。好，
好，接着我们祷告的部分，我们请爸爸林永清这边来做祷告。主要说，我们伫遮搁一届感谢你，因为你有听通阮，互阮所做的代志，伫你的面前摆列的时阵，我看到你实在是一脚步一脚步引带阮，互阮会当行天路，互阮会当认捌你。主啊，恳求你伫即个时阵，当阮要举行幸华姊妹的追思礼拜的时阵，我知影你甲阮伫咧。阮有真侪朋友也写念这个代志，我要伫遮搁一届来诉说你互阮的恩典。我要三角伫遮来学到你的名，这是阮所仰望，也是阮今仔日伫遮向你的祈祷，互阮所做的拢得你欢喜。感谢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多谢哈。好，那接着呢，我们读经的部分是在哥林多前书第5章1到8节。那我们请先从外孙这边开始哈。好，来。我们原知道，我们这地上的帐篷若拆毁了，必得神所造，不是人所造，在天上永存的房屋。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深想得那从天上来的房屋，好像穿上衣服。倘若穿上，被遇见的时候就不至于赤身了。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劳苦，并非愿意脱下这个，乃是愿意穿上那一个。那好叫这必死的被生命之面。我们接着存星宇、爱成跟牧成。为此培植我们就是神，他又是给我们神灵做凭据，所以我们时常坦然无惧，并且晓得我们住在身内，便与主相离。因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但我们坦然无惧，是更愿意离开身体与主同住。好，接着我们圣经的话的部分，就请林永新先生来帮我们。因为我时间交给这一次我用这段圣经，其实我家己咧读的时，我读唔捌。后来我咧直接要看讲是安怎来讲帐篷，我讲帐被，咱也伫即个布被离开，佮伊佮穿衫、脱衫，布被我拢看无。后来我知影原来这是保罗写的哥林多教会是保羅建立的，保羅建立這間教會是足關心，但是這是一個足邪法的所在攏做犯罪的所在。我知影伫保羅伫經書有講一寡道理，伫後壁一張就是即擺咱咧讀的這段聖經。會當講是保羅家己心內的感想，伊家己想講我信耶穌是要安怎，互人知影講是安怎信耶穌，甲我的關係是怎樣，咱就咧家己咧解說安尼。所以伊伫遐我發現講了真好因為伊甲人分做兩部分，人有肉體的人，閣有一個叫靈魂的人，迄個靈魂的人是看袂到的。肉體的人是看會到的，所以伊乾脆就甲人分做兩個，一個叫做外口的人，一個內底的人。那安尼來講就足清楚的。所以內底的人，就是迄個看袂到的靈魂，就是咱有時有一款做毋對的代志會責備家己這個問題所以第一就講，阮知影啦，阮知影伫阮布被若拆開，就講我，就是講我的肉體其實是我靈魂的布被，就是我內底迄個人住佇
布棚，啊，这个布棚是啥？是人的肉体个。所以讲，当咱的肉体若无去的时阵，无去的时阵咯，袂要紧，上帝就会当伫天顶的厝来互咱。迄个厝就毋是布棚，布棚是随时会刷位啦，因为迄暂时要大，毋是永远。但是天顶的迄个厝毋是人起的，是上帝起的，替咱起的，是永远伫咧吼。这是第一在讲啊，来伊就讲讲咱伫咱即阵还搁伫即个，因为肉体有足侪艰苦，有病痛，有死无，还搁伫遮吐气，你真艰苦啊，真野善吐气啊，较想要去天顶的厝。伊即摆咧讲讲伊拄去讲内底的人，外口是布棚甲永远的厝会分别以外，伊佫用一个比喻讲穿衫，就讲我即摆是穿即件衫，就是我肉体的衫，甲我的灵魂包掉咧。来呢，亲像讲，后来伊讲，我要穿外口的衫，甲伊塌落去，伫遮伫第二节内底我看无。我看无讲亲像穿衣服是啥意思，后来我看台语圣经的事，我就了解。台语圣经是讲甲衫塌落去，就是讲你毋是你毋是爱讲我的肉体甲恁死，毋是迄个意思。那是讲我伫遮有苦难、有艰苦、有吐气，毋过我毋是爱倒壁遮的，因为我要去甲迄个属灵的衣服，就是讲迄个外衫塌落，迄个外衫就是。耶稣用宝血洗穿去的，所以伊讲塌落去，台语圣经讲塌落去，毋是穿毋是脱起来个穿，是塌落去。所以用塌落去，我要甲即领外衫塌落去，是耶稣互我的。那安尼我就袂脱目体，就讲人若离开我的灵魂，若离开我的肉体的时阵，就袂抵到脱目体，因为我已经穿一领耶稣互我的衫，即个就讲甲真趣味啊，真清楚，互人足了解，这是台语圣经内底写的所以咱伫即个咧吐气所以就讲你若安尼做的是，当你若甲即领衫穿掉，即领耶稣互你的穿去的衫甲穿咧，就讲你已经有得救的较久，你已经信耶稣，知影讲人有灵魂，毋是干那肉体，肉体甲灵魂是会分开。所以讲，当你若读即领衫的时，就会当叫迄个未死的，迄个生命，就是生命，耶稣互咱生命。即个生命要甲死亡吞灭，意思讲，即领衫就会当甲会死的身躯甲伊吞落去。所以咱即摆爱知影就讲。我为什么要信耶稣？我为什么要做礼拜？我为什么要做这代志？就因为我要穿即领衫，我甲袂赤身裸体我甲袂脱目体所以伫第5、第6所以有数日的圣灵做凭据，就是讲伊互咱有圣灵。圣灵是啥？当然，甲少年的人你袂当体会。但是，甲老的人，你会晓体会什么叫圣灵有足侪代志，咱会知影讲圣灵甲人讲话，上帝甲人讲话是亲密的。当你甲上帝讲话时，也是亲密。咱小等我后壁来讲一段有关即个问题。所以我就真勇敢，就是讲我无惊死啦。因为我最爱讲较紧去上帝遐，为什么咱会安尼想？会真勇敢，有即款的心情伫咧？因为伊有赐迄个圣灵互咱有即个勇气来产生出来，无惊遐。有足侪人惊足侪代志，讲有禁气，我若看到遐有禁气的人足可怜，因为因惊讲今仔日毋好，即个时间毋对。即个厝的方向就当然非常惊吓。你若讲信耶稣就袂这咱以后来讲这个问题，所以咱就今仔日就讲无惊来做。圣经我讲到这，咱来讲一件代志
就是我要讲的，就是迄个后壁的跑跑你互我看。哦，我来讲哦，这第一张吼，第一张是阮结婚的时，即只乌托邦就是叫做野龙啊，野龙啊是阮某嫁妆啊吼，啊是我第一只乌托邦，我用即只就徛去高雄，因为第一届有乌托邦是即只，伊是伊的嫁妆哦，所以我拢得用即只咧生活。啊，甲阮有经过有20档的时间，即只野龙啊，野龙啊车，后来一张较紧放互过哦。喂，哦，这是因为哦，咱要讲哦，我的太太伫抑个细汉，还是讲嫁翁以后，伊所做的一寡代志，我拢用一张来代表。这是伫开山信教的时阵哦，啊，变后迄个就是哦，迄个是迄个佩龙啊，迄个囡仔是佩龙。哦啊，这是开山信教的，啊来后一张。哦啊，这是更较大汉，阮有，这是阮的结拜5个兄弟的太太。哦，第一个作水迄个红衫哦，今仔日有参加哦。蔡老师，哦，啊来第二个是林宗老师的，啊这个吴灿然老师因太太，啊迄个是中和哦因太太，啊伊阮啊共款哦，甲阮太太拢做伙去伫天顶啊来阮某啊来最后迄个叫做东龙的太太哦，过来刷来一张。哦，这是伫圣教会的圣歌队来唱歌，有一站时间。后来伊就伫迄个新老的病院，哦，伫遐阮啊有一顿像安尼咧唱歌哦。伊伫遐做义工，伊做义工，阮啊有10档还是20档，有超过10档的时间哦。来。后来我主要今仔日要讲一个故事，就讲人分做灵魂甲肉体。因为这张相片就是阮住伫府前路的所在，迄阵有阮太太是中迄个吼，啊有一个囡仔，迄个囡仔就是分钟，就是银钟哦，互隔壁的一个囡仔甲抱咧。啊，为什么我要用这张呢？因为幸华伊发生讲伊有癌症，啊需要去手术的时阵，就是伫遮。啊，拄啊因为我住伫遮，啊阮兜是伫维也内，啊我平时伊也毋知影我的消息。啊有一个早，我就带2个囡仔转去，因为我爱去上班，啊伊爱去台北手术。啊，我就带2个囡仔倒转去阮兜，要互阮老母药。有一个足奇怪代志，就讲，当我带囡仔伫阮的店安尼行入的时阵，阮老母带一条，伊甲我讲吼，伊讲伊暗时吼，做梦的时候，总是就是有梦着讲，甲我带去拢迄个画面拢共款。就讲伊梦伊就是安尼啦，就是2个囡仔带倒转，所以迄阵伊就，好，这个就是圣灵的感觉。我本地我是想讲会顺序甲讲了，等我讲伫遮的时阵，无法度讲，因为若像一首诗共款伊虽然一句话安尼讲，伊的经验甲伊所梦到的代志，甲我所表现的，甲迄一天拄着的拢完全共款的时阵，总是伊有一摆，伊看到讲迄个囡仔，
2岁，还阁袂晓讲话，伊也袂到2岁，伊放也袂到2岁，啊，伊到伊出去困。好，咱来过去啊，咱过去后来你看，这是一个对美国转来，对美国转来的时阵，第一届看到。我今仔日无法度讲话啊，来刷来甲刷来。这年经你讲就好啊。安尼这就是讲到我这是阮婆婆吼，嘿嘿，然后刚好是决议因为我们之前在美国嘛，然后回来刚好是1岁，对，快要1岁的时候回来，还是第一次帮他庆生吼，大家都很开心吼，这好像是两家人在一起第一次吼。2005年。对，因为其实我们在美国结婚的哈所以妈妈很开心哈，真的很开心，因为她那时候我们在美国，她没有办法去看我们哈，所以我们第一次回来，然后就庆生这样子。这个是弟弟全家，等一下呢，弟弟也会上来跟我们分享哈。那时候我们也很开心哈，弟弟看到那个我们带回来小朋友也很兴奋哈。这个是他们自己的小朋友哈，后来他们自己有小朋友，就是觉得全家更完整了哈，爱成。那这个是在小琉球哈，我觉得那一次听到，因为妈妈她就是怎么说？他很少出外，然后他也不喜欢到外面去哈，感觉他自己就会觉得说自己会发生什么事情，所以他很少出去。然后那时候因为我来泰国7年了嘛，然后就有一次听到妈妈说他跑去小琉球，就很感动哈，跟阿姨一起去，然后我就觉得很兴奋，因为我讲说妈妈终于踏出，然后愿意坐不一样的交通工具哈，因为从小到大，妈妈可能就是那个会就是只会带我坐火车啊，然后不然我们就走路啊，妈妈也不会开车嘛，她也没有骑摩托车哈，可能我印象最深刻就是妈妈骑脚踏车这样子这个就是这一次我也没有跟到，但是我觉得看到这个照片很开心啊，就是后来知道爸爸就说妈妈那一次去，然后就说他很喜欢小琉球，然后所以他希望说他以后可以在那个小琉球就是海葬这样子，所以后来我们就有遵随他的心愿这个就是妹妹那个阿姨，中间那个是阿姨就是妈妈的妹妹，这个是应该是说离我们最近的因为我们住的比较近，然后她跟妈妈也比较常来往那这个小阿姨呢，她今天也有跟我们留话那等一下那个他的小女儿会来分享因为他说他也没办法上来这里，他怕自己也会很激动然后所以等一下会有妹妹就是那个小阿姨的小女儿会上来跟我们分享她妈妈跟我们分享的一段话，那这是在小球。那这一张呢，就是我们在去年应该说11月其实时间很快啊，就是在11月的时候就接到通知，然后想说妈妈那个已经进医院，而且我是因为每天打电话给爸爸，然后才发现说妈妈已经在医院，爸爸完全没有跟我讲爸爸就是那个希望天下都很平安无事，尽量不要告诉我们。妈妈就是这个个性她也不希望去打扰别人，然后或者是她不希望别人太担心她，所以我以前在美国，或是我在中国，或甚至在泰国，我想很多时候她去医院，她都没有告诉我都是我发现了，应该是说上帝告诉我然后就让我发现。那我觉得这一次很特别，就是
我听到这个妈妈住院的消息，我就有一个感觉，就是觉得说她可能就要回天家了这样。所以呢，我就很积极说要回去看她，然后我觉得很感谢神。那时候10月，因为10月，其实应该是10月哈，因为10月有个回去2次啊，我回去2次，因为第一次10月，然后有一个假期，刚好是泰国国王生日，然后就是刚好有3天连假，所以我就赶回去3天，因为我觉得说我就是要回去看妈妈。那时候他们还觉得说，哎，你很好笑啊，才回来3天，干嘛要回来哈？但是我觉得说就是时间是没有等待的，那我也很开心我回去了哈。那就是回去，然后后来再回去的时间就比较长，就跟学校有请假1个礼拜的时间，然后就是陪妈妈就是跟妈妈每天读经啊、祷告啊、唱诗歌，然后也看到很多人去来病床那边安慰我们哈，然后为我们祷告，然后很多团哈，那甚至我们也遇到医院的很多福音团契，就是我们没有预约的，然后他们来帮别人唱歌，顺便帮我们唱歌，所以我觉得妈妈是在最后那段日子很有恩典哦，就是那几年我也觉得她身体变健康了，她可以去小琉球，然后也跟大家关系也蛮好的，就是比较好的，就是不会像以前这样很负面。然后后来的这几年，我觉得她就很正面哈，然后也很开心啊，我觉得她是很开心的哈。那这个就是我们就那一天哈，火葬完，然后结束这次礼拜，我们就到小琉球去了。那大家就划船哈，那个老板特别，这个是秘密，老板特别让我们恩典哈，然后可以这样送妈妈哈，就是那个到海的中间，那我们一起那一天天气非常好，因为前一天其实天气不太好，那我觉得那天很神奇，就是风平浪静，然后天气很好，然后很舒服，所以大家很开心，对吗？因为我们相信妈妈现在在天家很开心，然后她也希望我们很开心哈。所以虽然我们很不舍，就是其实我是那种怎么说？我是坐在飞机上，我去年的今天哈，我是坐在飞机上一直哭，我跟上帝说，你可不可以让妈妈等我一下？就是不要那么早走，就是等我见最后一面这样。然后，所以我是一直祷告，就是因为我自己心里就是会觉得说，很就是不希望，我自己有感觉啦，我觉得神也有告诉我，所以我就会觉得说，很希望妈妈可以见最后一面。那我觉得说，刚好就我回到家的那一刻哈，就妈妈就差不多了这样。那所以有帮他最后擦身体啊，然后换衣服，然后看着他化妆，然后就是身体还是热热的哈，还可以跟他说话，虽然他听不到，但是护士说他然后还听得到哈，就是我们在人过世的8个小时之内都还听得到。那我觉得我很幸运哈，我在那8个小时一直陪着他，然后就一直跟他讲话，然后一直唱歌啊，就是唱歌给他听哈。所以呢，我们就一家人这样子哈，这个是那一天我们去送妈妈的哈。好，那这一张照片呢，就是很神奇哦。其实，我去年就是怎么找都找不到一张好看的照片，然后后来回到就是今年年初哦，那个回到学校去教书的时候，突然发现，我在教小朋友的投影片里面有这一张哈，就很兴奋哈，因为这个我特别照起来，就是因为妈妈她也很少哦，我老公照的。妈妈她很少跟我去逛街，然后就是我跟婆婆逛街的时间可能比妈妈多哈，然后就是但是这一次就是很特别，妈妈她就愿意跟我们出去逛街，然后也在这边哈还愿意拍照哈，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她很开心哈，所以呢，其实我觉得我其实今天本来要讲2件事哈。然后一件事情就是我觉得是恩典，就是说妈妈在最后的这一段时间，我觉得她很有恩典，就是她在很快的时间没有很痛苦哈，然后最后她都不太认得什么事情哈，
不太记得什么事情，但是呢，他都他都那个怎么说？他都记得爸爸，就是说他很爱爸爸。哦，这是我的感想，就是我那时候就觉得说，哦，他因为其实从小到大，我跟他可能比较靠近，所以呢，他就会跟我讲爸爸怎么样怎么样，就是他口口声声都会很想念爸爸，就是会想说啊，爸爸去对，爸爸早去对，爸爸个去对哈，然后所以我去对不要紧啦哈，但是哈，爸爸去对爱给报告呢啊，然后就是最后那一段在病床的时间也是哈，就是我印象很深刻，就是因为其实后来妈妈其实她不太记得人呐、他可能记得，可是就是睡睡醒醒，然后他看到我回来就说：“哦，阿丽邓来啊。”然后我就对对对，然后后来他可能又忘记了，他就说：“阿丽洗下。”我说：“我拎杂件哈。”然后他就说：“阿玲爸爸早去对。”那样哈，就是因为爸爸那时候刚好跟我交班，然后回去换衣服这样，然后就是其实那段时间我也觉得很开心，因为爸爸就一直陪在他身边，就是一直到最后哈。因为我也觉得说，心里面有时候会觉得会很遗憾，就是最后那个礼拜我回来泰国，因为我想说要带小孩一起回去看妈妈，然后最后那个礼拜我就没有在妈妈身边。可是我后来想一想，我也觉得很开心，就是因为我弟弟在他身边哈。因为其实我妈妈一生最爱的2个男人，应该就是我爸爸跟我弟弟哈。然后我弟弟他就是整个礼拜都陪在妈妈身边，所以我自己也觉得很安慰，就是觉得说上帝他有他的很好的安排，他的时间也都排得好好的，然后最后的那段时间我也都刚好有赶上，而且很神奇的是刚好我们放假，所以我完全没有请到假哈，就是完全可以就是说。妈妈就是希望我们就是这样子的生活哈，就是很开心，然后好好的过生活，然后也敬畏上帝，好好的跟随上帝。他常常都说要多祷告，多祷告，多祷告哈。所以我每次遇到困难的时候，我还是会想到妈妈，虽然她自己好像就是很辛苦啊哈，但是她常常鼓励我们，就是多祷告，多祷告。然后所以呢，就很开心哈，就是可以今天我们这次在邀请的时候，然后看到很多人他就是愿意来跟我们一起这样追思妈妈哈，我觉得很感动。就是妈妈其实有很多很好的朋友，然后一直都在支持着我们家哈。那我相信说背后就是神也是很恩典，然后很照顾，然后也祝福每一个爱我妈妈的朋友。好，那我应该是他那第3个最爱的男人哈。那对，我记得妈妈哈，就是说，其实我每次回到家里，她一定要准备最好吃的哦，然后去买最贵的，什么什么都是要，就是让我回到家的感觉不会像是一个陌生人啊，永远是好像到家的感觉。所以其实回到就是跟云晶啊，然后回到他们在台南的家。就好像回到我自己家一样哈，其实就是非常的就是不会觉得很陌生。那我觉得妈妈在当中里面就是一个穿针引线啊，包含从吃啦，然后各样的东西哈，这是我印象非常深刻。还有另外一个部分就是刚才云晶讲的，只要什么事情，伊拢会讲阿吉德啦，阿吉德啦哈，怎么样就是阿吉德啦，阿吉德这样子。对。天下无难事，记得就好了。有时候我就会很气哈，小时候就很气，就觉得说，你都唔免去，唔免去改管，唔免去做，爱记得的好啊呢。现在真的觉得就是这样，记得哈很重要。那包括先生也是妈妈记得来的哈，也是他的心愿哈。那这去年我也有讲过哈，那很开心。那接下来我们就把时间。要交给我们的儿子哈，等一下哦，我需要 call 他上来。好，交给妈妈的儿子，我最爱的弟弟哈。开始了吗？对，开始了。好，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些事情哦，就是等一下我调整一下。
他那个图画面那个能不能关起来？只要那个，就只要他的人，他不要那个，不要那个。这是我们一家人，给大家认识一下。我要跟大家分享就是最后那一次妈妈来小琉球的事情哦。其实妈妈来小琉球也不多啦，但是最后那一趟其实已经差不多是就过世前一年的事情嘛，然后当年的事情嘛。其实那时候我感觉妈妈要走，其实伊家己已经拢知影，伊伫迄道来琉球，搁转去，我尾搁转去台南找伊的时阵，伊就甲我讲，伊感觉伊做放心嘛，因为伊看相路伫遮做友好，因爸爸妈妈嘛伫遮就是甲阮即个厝顾甲做好啊，所以妈妈就甲我讲，伊感觉伊安尼伊做放心嘛。但是伊嘛是甲我交代一件代志，就是讲叫我忙心肝小大，因为伊伫做烦恼我，就是我正经甲伊开足侪钱去，伊也是拢帮我还真侪钱，伊伫做烦恼讲我会个变做上进前迄个情形啊，但是嘛知影我即马做了真好，我后壁即几档我拢甲伊讲，我拢甲伊讲，阮遮收入是偌济，我拢实在甲讲哦伊嘛是感觉讲，就是拢袂歹啦。伊就讲拢甲阮讲感谢上帝啊。伊最後其實伫迄一道來琉球佮轉去了時陣，伊就我感覺媽媽伊攏知影講伊家己的時間差不多啊。其實我嘛有感覺呢，伫我最後一遍轉去台南哦。我其實迄道我就毋知先啊，我轉去了，媽媽就講要去佚佗，毋過後來咱嘛是天氣無好，落雨怎無出去，無我媽媽其實伊攏袂。我若轉去台南，就算我去食飯吼，上濟就是我叫阮爸爸帶阮厝，就阮某甲阮兩個囡仔去。阮媽媽伊攏講伊驚冷氣啊，伊無愛出去。毋過最後伊就是甲阮招哦，毋過伊幾工熱天氣無好。最後迄遍我轉去台南時陣吼，我會記阮敢若是對台北，還是對倒來吼，我前早禮拜台南看阮媽媽。其實迄道其實我足想要去甲阮媽媽攬着，我毋知為啥物哦，其實恁攏會有感覺吼，就是感覺講時間可能差不多啊。但是我嘛是無做，我嘛是無安尼做哦，因為細漢有一段時間媽媽對阮較嚴嘛，攏會甲阮拍。我知影伊是聽阮，但是伊用的方法毋對啊。所以有到尾仔就是怎變甲媽媽較疏遠，較無像細漢遐爾親哦。我這一冬來，我一直想到一件代志，就是我細漢的時陣吼，攏是摕我媽媽的手，去菜市啊，伊就會買，其實嘛，我們小時候零食沒有很多，但是他就是會買，伊就知影阮就是領養樂多無是買布丁互阮食，當然迄時嘛是愛食物件，所以伊就甲阮媽媽。最後是病的時陣吼，伊攏甲阮講伊要食布丁，伊要啉迄，要食啥個要啉迄啥柳丁汁吧。尾仔阮有去買迄護士講毋好，講迄誠假者，毋過我就常常安尼毋對，我有就去買一個布丁互伊食，伊有學會出來足歡喜。其實伊就是愛食甜，我嘛是像學像安尼攏都愛食甜哦。阮媽媽其實伊一直以來，阮感覺講伊是過甲足辛苦的，就是講你看伊一領衫，伊真正是穿足久吼。伊是一個，你看伊最後的相片，伊迄衫閣是扣我穿過，是說襯衫的嘛是，攏是叫阮穿過褲衫，我想有要買衫互伊哦，伊攏無愛，就算要買轉來伊嘛無愛穿，攏叫阮摕去翕，講伊穿袂着。
我感觉做无在就是拢无互伊。阮即摆其实拢生活到诚好哦。阮姐姐嘛是啊，我相信因是泰国啊，阮姐夫因嘛是拢做甲真成功。啊，阮即摆伫遮徛起民宿嘛是拢做啊真好，上帝拢真疼，互阮真侪威顶。毋过我就是做无操，我感觉讲拢无互妈妈享受着这啊。最后伫病院迄段时间哦，我感觉嘛是真多谢成大病院遐个护士哦，伊就甲我，其实我最后伫遐个时阵，我伫妈妈身躯边甲照顾啊，伊迄阵其实已经无做清醒哦，就是有时拢醒起来啊，一日啊就搁困去安尼。啊，毋过其实伊拢知影哦，伊虽然讲有时像姐姐讲会袂认真姐姐，毋过我若伫遮时，伊拢知影我是啥，啊伊拢会，伊甚至有一个醒起来甲我讲啊，你哪会搁伫遮？你去无用你个代志，你毋免踮遮甲我顾无要紧。啊无啊，迄阵我其实有一遍我兼迄个伫遐甲顾迄个阿姨哦，阮伫遐讨论一个妈妈的情形哦，啊我着讲啊是嘛是足艰苦嘛，毋知影。因为迄阵妈妈都想要转来伫厝里啊，我就咧甲讨论讲要互伊转去厝里。啊，其实因病院人是感觉讲应该爱经营较好诶时阵才互转去，较袂互伊足辛苦。啊，但是妈妈就是一直想要转来伫厝里，伊特别若破病哦。我会记迄阵伊伫台中龙总，还是就是伫迄东海大学对面迄间病院咧检查诶时阵哦，啊有一遍我嘛是去遐陪伊，啊阮就去大学内底行路，因为伊有挂一个心电图哦，啊一定爱检查着讲伊心律不整的迄个情形，安尼才有法度爱有遐个治疗了解当转来。啊，毋过阮去行伊嘛是拢足正常啊，啊所以医生就无爱互伊转啊，妈妈就伫遐哭，伊就讲，伊就叫我家己先坐车转去，伊讲，本正迄阵我去嘛是要甲妈妈带转来厝，啊结果嘛是。嘛无法度，因为医生无爱互伊走嘛。啊，所以我知影妈妈若特别若艰苦时，拢做想要转去厝里。啊，最后这段时间，妈妈迄阵就甲我讲，叫我毋免烦恼哦。伊有一遍醒起来，想讲叫我毋免烦恼，讲伊已经准备好，啊伊嘛真欢喜咧看即件代志，啊叫我毋忙安尼拢咧艰苦咧好。啊，最后前一工迄工哦，拄好是伊爱洗身躯诶时阵啊。啊，护士就甲我鼓励讲，叫我入去甲我妈妈洗身躯。啊，其实我是足歹洗，因为迄个吓啊，都已经遮大汉啊，啊，若足细汉诶时阵，才有迄个，就是我妈妈咧帮阮洗身躯，啊无哪有咧帮许大人洗身躯过啊，佫是伊佫是我诶妈妈哦。啊，毋过护士就一直甲我鼓励，我就入去甲洗。啊，本来妈妈是拢无真性诶，就是拢嘛是粉水哦，啊，毋过我咧甲洗骹诶时阵，伊突然醒起来，啊，就甲我看，啊，伊直甲我笑安尼，啊，来了就搁困去哦，啊，所以我知影妈妈其实是后壁虽然一段时间艰苦，但是我相信伊也是真放心哦，啊，只是到尾啊，迄一暝我着要转来琉球遮带囡仔啊，带某转去台南，因为。迄病床拢甲做好，啊嘛甲医生讲，隔天讲要带伊转去。啊，我感觉妈妈就是无爱互阮看伊安尼足艰苦啊，怎啊离开去哦。啊，所以伫迄一暝时阵，当阮拢你看，阮姐姐也未到，啊，我嘛拄啊转来伫琉球诶时阵，伊伫迄暝伊就离开，转去天顶诶厝哦。啊，阮拢做毋甘，啊，毋过我知影妈妈也是拢着为着阮咧想，一直到伊过身，也是拢为着即个家庭咧付出哦。替阮咧设想，啊，所以我嘛真感谢伊啊！我想伊一直甲阮讲，叫我袂使离开主耶稣，叫我一定爱带两个囡仔伫教会。啊，这也是我以后一定会继续做到诶代志哦。啊，而且你跟我在讲，啊，还是木木你要学阿嬷讲的那个，他们两个其实有想要学阿嬷讲的话，但是现在可能讲不出来呀。你要说嘛，你要学一下，那你要讲，
你有什么想要讲一下？哦，安妮哦，对啊，阿嬷都会讲这样。哦，安妮哦，对啊，每次回去他们都会讲这样。啊，如果有什么问题，然后阿嬷就会讲说哦，安妮哦，是这样吗？对，每句话的后面，每句话的后面。就是对啊，对啊，或者他们两个在调皮的时候不，想要听他的话的时候，你有想法？你知道为什么阿妈要干嘛？因为他忍住，他想要骂你，可是他没有骂你。对，对，我骂你。嗯。你看说，那我接着先讲。哦，呵，我们很想看你表演呢。表演结束了，等一下再上来表演。因为上次我记得那个艾辰有跟我讲，那个阿嬷都会说一句话，你要说一下吗？阿嬷最常说的一句话，木木说的是吗？木木说的，阿嬷最常说的一句话是什么？我骂他忍住，所以他默默调皮，他要说怎样？安妮哦。然后他就说，阿嬷都会说，那安呢？你表演节。不是那样妹，是你说一下，来啦，不要害羞啊。哦，安妮哦。有听到吗？哦，安呢？有听到了哦，谢谢哦，安呢哦，非常的。艾辰呢？哦，香炉的，好。不会啊，不会讲。对啊，怎么吗？我觉得妈一辈子都很辛苦，因为她除了担心女方去哪里以外，她每天都要问我爸，拎把照给的，她就很爱爸，可是妈的爱都没有让她身边的人有感受到她爱她，会让她身边的人感觉好像压力很重。可是我知道她很辛苦，因为她每天都要问我说。阿玲把照去的，阿玲帮去的，阿玲帮当时就等了，所以他都过得很辛苦，而且他都知道他身体很不好。从我还没有结婚之前，他都说，我做艰苦的，我可能我袂讲恁结婚，紧结婚。然后结婚以后，他又说，紧要生囡仔紧生，因为我唔知我会当活到当时。然后。我就生第一个以后，我发现生了艾辰以后，妈的身体好像越来越好，然后再生了木辰以后，然后妈的好像越来越好，然后他就很爱另一方，然后常常就是会为了另一方做很多事情，包含我现在回去台南，然后以前我都会觉得房间都很干净。然后自从妈，我以为都是爸去扫，可是我知道后面妈不在，我想说一定都是妈叫爸去帮我们扫房间。对，有时候就觉得不要，就是那个爱，你爱一个人，你应该是要说出来，然后让他知道，像妈爱爸，我觉得妈就很不会表达，然后爱另一方，然后另一方也不知道。我觉得爱一个人要适当的说出来，然后妈就是什么事她都自己很省，她捡一件谁的外套，好像在美国的外套，然后她就一直穿那一件，然后一直缝，然后又对方有买一件新的外套给她，她又舍不得穿，然后每次只要我把衣服拿下去说那个小朋友大会说什么，然后她就说她要捡给谁。他有时候他也会捡我的衣服穿，因为妈很瘦，他都没有变，然后他就每天好像都在缝他的东西，然后改衣服，我就觉得他其实过得很辛苦，可是他很开心，因为他就觉得在家看着女方啊，看着爸啊，虽然他都没有离开家，不过他一辈子生活上就是感觉他也很快乐。然后，很感谢是让妈可以很轻松的离开，因为她每天都很不舒服，她每天就是都吃很多药，然后那个手
手都没办法切东西。然后妈也很疼贼，因为她每天都有时候我住台南，她就说啊恁姐姐吼拢公公啊，就是很担心贼，可是她也不会表达。每次她有时候就会骂贼说，紧回去，紧回去，什么就是赶快催你回去，催贼回去请你家。可是她很希望她可以贼可以留在我们这里，可是她又觉得这样贼结婚了对她不好。所以他很多事都没有表现出来，可是我很常在家，然后看着他这样，只是就觉得他也很爱我了。虽然他有时候表达的方式不是我所喜欢的，可是他最后在不知道哪一年的生日，他的手就没办法写字，他要写一个生日卡片。对啊，其实有时候就是。我不知道怎么讲，可是就是觉得不要做什么事都等到人不在的时候，然后才让他知道。所以有时候爱要很及时的。谢谢。嘿嘿，好，爱要及时哈，很重要哈。谢谢香乳鱼帮一家，还有爱陈木木。好，那你刚刚他们在讲的时候哈，我又想到一件事情哈，就是妈妈到后来那个，因为她全身就是有很多管子，对不对？然后其实后来我们就希望说她不要再插尿管了，因为就是已经很多管子，然后我就一直祷告，就是说，要让她自己可以尿尿。然后就是可以不用再插尿管，我觉得其实很神奇哈。我们一直鼓励他，然后一直祷告，然后他真的是成功了哈。所以其实最后妈妈只剩下10道哈，就是喂食的那个管子。我觉得说是很恩典哈，他有很多爱他的人。那其实我们都知道哈，我们都知道他很爱我。其实我也知道哈，刚刚香茹讲的哈，我都知道说妈妈其实很希望我们可以留久一点哈，所以我都会赖皮，就会跟她说没关系，我婆婆也很爱我们哈，她对我们很好，所以呢，这个是我婆婆写的哈，因为我就问她说，那妈妈有没有记得就是我妈妈的一件事情哈？那我婆婆她就写了两页。我婆婆文笔很好哈，然后她也很爱我哈，就是我生产的时候啊，还有很多时候都是她陪着我哈。那她说2001年就是我跟先生到美国读书，那当时候就是911恐怖攻击事件不久，那所以呢她其实很担心我们。那有一天她就打电话给我妈妈，然后就说她很担心嘛，我婆婆就是她就会觉得那么远，然后又顾不到，然后呢那个她就说电话那一头呢，妈妈就很开朗跟她说不免烦恼啊，拢爱挖课住哈，爱向神祷告。好囡仔吼平安吼，爱祈祷，爱囡仔的平安吼。那时候我婆婆她就很纳闷，她觉得说她那时候还没有信主哈，所以她就觉得说怎么可以这样子云淡风轻啊？所以她那时候就不能够释怀，也就是说不能近视忧虑。但是因为她就是说妈妈的信靠主豁达，然后感染她，所以她渐渐就减少恐慌跟忧虑哈，然后他也说，就是妈妈身体就比较弱，但是她很坚强，那勤俭持家，然后也遵主的教训来教导小孩哈。那后来呢，因为生病然后卧床哈，那也常常看到妈妈一脚踩着抹布，然后一边擦地板哈，纵使虚弱，可是她就很爱清洁哈。这是我婆婆对妈妈的印象。那现在她已经离开我们挚爱的家人1年了啊。那虽然没有天天思念，但是呢，就是很难忘她的身影跟人品哈。那谢谢我婆婆在这一段话语哈，她相信她呢，妈妈已经安息主怀了哈。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有很多亲友哈，在后台等着我们哈，就是
要来跟我们分享一件妈妈的事情。那我现在呢，就请那个他们的五生，刚才爸爸讲到的哈，五生的一个哈，就是他们5个很好的朋友结拜兄弟哈，那一个苏律师上来，然后跟我们说一说。哎，不好意思啊，好，这个是苏律师，苏贝贝你好，还有阿姆你好，阿伯阿姆你好。来跟我们讲一项代志吼，讲会记得妈妈的代志吼。他们是我们妈妈知道妈妈的事情后吼，第一个来我们家安慰我们的吼，所以我们很感谢他们吼，真的是很好的朋友，他们第一时间就跑来我们家做哈。虽然那时候我们都心情还没有平复哈，但是他们就是坚持要来做，我觉得有安慰到我们哈，就是跟他们聊天的时候，然后就知道妈妈以前很多很爱他们啊，然后他们很好的朋友啊，然后所以今天特别请到他们来现场跟我们说。这个日子过得真紧哦，一下子就它是个1年了，那想起来好像是昨天的事情一样。那么苏信华，我拢叫阿华，因为林永清啊，跟苏信华跟我们3个是国小的时候是同届。所以拢真熟啊。尤其林永清，他跟我呢，从国小1年级到6年级的同班，所以我们的关系就会比一般的呢还亲密。那么苏信华，他是无声，我都在他住院那段期间我都不知道，一直到后来有一天，那个林永清告诉我说阿华去住在那个安宁病房，我吓一跳。那怎么他平常都没有听到他说有什么有什么毛病啊？什么一下子是去住安宁病房？那么想了说，这过了1、2天呢，有他如果有时间呢，再去看他。想不到有一天早上林永清就打电话告诉我，说阿华走了，我都觉得这很突然心中也很震惊这个都已经过去了，但是我也要讲了说阿华，因为可能是同人的关系呢，我同年龄底下的国小的同届，所以他对我是特别照顾我记得我在68、9年，我那阵都要当律师可能生活上比较紧张都对感染了急性肝炎呢，还到北到杏林医院在那住院呢。在那住院的时候，那个早上就阿华他都煮那个早餐呢，他从家里送去医院了，他一直送了很久了，都让我吃。那个时候我那个时候我太太呢，她要去上班，早上就7点多她在上班，那没有办法，就有苏信华弄了早餐呢给我吃，所以我总觉得他是特别有爱心那可能这个一般人没有办法看到这一幕我讲出来，他特别有爱心在日常生活中，虽然我知道他身体一直都不太好了可能是长期吃素的关系所以他身体都不太好。所谓不太好，不是说
毛病很多了，只是比较没有体力今天呢，下午那个林永就告诉我说，今天晚上有一个追思会要在那网络上追思会，那我才知道，这匆匆忙忙又过了1年了。那么以我今天晚上我这边看上帝对林永清的书信他们的这些子女明清还有乙邦上帝实在很恩待他们让这些孩子都有一个好的那个家庭那些孩子也都保持住了这个好的信仰那我相信上帝会继续照顾他们一家林永清告诉我说我要讲几句话，我说这还有什么好讲的但是我想一想把他少为人知的这个爱心这边报告给大家知道，谢谢。好了，了了。好，谢谢阿伯阿姨要说一些话吗？不用了，他说了就好。谢谢，很开心然后接下来我们要请到我们的美珍姐姐，美珍姐姐你好，美珍姐姐声音没听到声音，没有听到，还是没有听到，没有声音，还是把麦克风拔掉，直接讲也可以。对，美珍姐姐是爸爸那边的这是我的堂姐，然后也是从小看着我长大然后没关系，那我们先请思蓉妹妹好了思蓉她在调声音那可以吗？再次看看，不好意思再试一次姐姐再一次没有，你刚刚 mute 再 unmute 看看，mute 再 unmute，没有，它是不好意思，网络还是把那个声音拔掉也可以。好，那没关系，那你把那个耳机拔掉了，你直接讲好，那没有关系，我们先请思蓉妹妹好了她在美国等很久，早上6点就起来等到现在很感动这个妹妹嫁很远但是也是跟我很亲的妹妹是小阿姨就是跟妈妈比较接近的小阿姨，她的女儿哇也来了，女儿也来了 ，Hello， 嗨，很开心她应该没有看过没有看过，对，她要叫我什么？叫我阿姨妈妈，姨妈，她是姨妈。她刚才问说，姨妈旁边男生是谁？是谁？姨丈吗？姨丈，阿姨姨丈她躲起来。先交给思蓉思蓉也要顺便讲讲妈妈的分享的话的。好，妈妈她想要分享就是其实跟大家对阿姨所认识的就是认识的阿姨都是一样，就是都是想到别人。那其实我知道，其实大家都希望妈妈可以参加，或是说沙伊亚不知道沙伊亚他们是有没有办法参加，但是我觉得连我自己都会觉得很感伤了，所以我觉得妈妈他们姐妹如果参加这个，就是对他们来讲有很多回忆啦，所以他们可能会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这样子。然后我很谢谢阿姨，就是其实那照片里面有时候也都会出现我跟阿姨的那个，就是因为妈妈以前我还没有结婚的时候，就是大部分都是我载妈妈去阿姨那里嘛。那我觉得阿姨给我的感觉就是她常常就她都是笑笑的啦
我也就是也常常知道他很不舒服这样子，然后他还是都会常常关心我们。然后现在因为我们家有一些阿姨送的那个衣服，然后小孩子虽然长大，但是我还是不舍得把它丢掉。然后就是觉得蛮可惜的，阿姨那时候走的时候都没有机会可以回去这样子。然后希望他现在可以在天家都很好，然后也很开心，就是看到哥哥跟姐姐，因为来美国以后就很少有机会，然后以前去阿姨家常常都会有看到哥哥啊，然后也是有听到很多哥哥跟姐姐的事情，但是我觉得阿姨现在在天上应该很安慰，这样子。哦，谢谢妹妹哈，很想念你哈，你嫁到很远的地方，然后希望有机会我们就明年就可以再相聚，谢谢你，拜拜小朋友，谢谢。好，然后接下来是美珍姐姐，我们来看一下她声音有没有好。有吗？可以吗？太好了，感谢主哈，五香。有 OK， 来，好，谢谢。好，大家好哈。我的四婶哈，他对我很好。他是我的那个属灵的长辈。我从他的身上呢，也学到了很多。基本上应该是说我来信主哈，就是因为他生病，然后回到家。就回到湖内去休养，然后有一个星期六就是那个林牧师娘啊，林杰彪牧师娘，她来看我四婶，然后为她祷告，然后要回去的时候，她就说希望你可以来参加，她就看到我在那边玩嘛就说那是我高2的时候，她就在那边邀请我说去参加那个青年团契。对，所以呢，就是说，我四婶呢，我的印象当中，她是一个很有礼貌的长辈。就是以前啊，就是更小的时候，就是她刚嫁过来的时候，我看到她，就是早上起来呢，她就会拿那个洗脸的水，洗脸盆的水，然后拿给我的爷爷奶奶他们洗脸，然后刷牙，然后他就是很有礼貌就对了。那然后他要离开那个现场的时候，他是退步的，就是用他就是后退敬个礼，然后又后退敬个礼。小时候我就看到他说，怎么有我的四婶怎么那么有礼貌这是他很好的一个美德啦那我再从他身上，我觉得他是一个教育非常成功的长辈。他从小就会教小云啊，还有宇邦他们就跪下来祷告。他们就是要睡觉的时候，就是念主祷文这样。然后我也学他，从他的身上我也学他说，我教育我的小孩，佳音啊，还有主恩啊，他们也是从小我就教他们，就是会背主祷文，然后要睡觉以前就背主祷文，跪下来就是念主祷文完再睡觉。这是他让我学习到很多的。还有一件事就是说，我当时候在台南住的时候，我买房子教育小孩嘛然后我们的就是经济有一点就是也没有说很富足，你知道吗？他收了那个什么二婶的那个，我二婶嘛的那个二叔啦的那个租金啊，就是那个渔温里面有没有渔温养鱼，然后他们的一年给我四婶17000块，他全部都包红包给我。
也刚好既然考到台科大，他就利用那个机会呢，把那全部的钱都包给我们啊。我非常感动，他真的很有爱心。我感谢神哦，给我这样的一个长辈。还有我要讲的第二件事情，就是我爸爸妈妈要受洗的那一年呢，我爸爸93年9月19号受洗。他那个时候因为也是受我四婶的影响啦，那就是他也很鼓励，就是也都会传福音这样。然后我爸爸要受洗的前1个礼拜还是前2个礼拜我忘记了，就是我爸爸就说跟我讲说，我想慢一点再受洗好了。可是我打电话给我四婶，跟他分享这件事的时候，他就很坚决说不可以，绝对不可以让他延后。哇，真的啊！我就回去跟他讲说不行哦，人家已经那个牧师都已经邀请好了，那个刚好那个湖内的教会，他那个时候是一位传道人，传道他是没有在受洗，就是有去就是入主圣教会的那个潘雅各牧师有跟他邀请了，然后他很坚决的说，你不要让爸爸妈妈改日期，你改下去就是会再延后到延后不知道什么时候。所以我就也是我就是按照他的话，就跟我爸爸妈妈说，那个我们已经跟牧师定了，不能再延期哦。所以我觉得他在信仰的方面真的是我可以学习的，学习到很多啦。好，那就是我想到的是这一些。那我感谢神，他总是说，我问他说你最近好不好？他总是说感谢主，上帝带领。他都说感谢主，上帝带领。那就是这样子。啊，他有一个口头禅，他就说，他有时候都说你嘛好啊，你拄啊好得，安尼拢讲给我拄啊好得好。他如果我讲的话如果不是那么的合宜，他就说这样说，就会说你拄啊好得，你嘛好啊，安尼吼。我觉得我是也非常想念他。我比较遗憾的是，他在生病的时候我都没有去看他。对不起，对不起。啊，好，谢谢，谢谢姐姐哈。对，没有关系，因为其实我知道，我了解妈妈哈，她都说，我每次问她说，那个啥姨有没有要来看你？她说没改供，唔好改供。然后所以呢，她就希望我们不要告诉很多人哈，所以没有关系。我想妈妈知道你很爱她哈，然后也不用觉得抱歉，谢谢你哈。那今天跟我们分享很开心，我都不知道哈，原来有红包跟你短包，很好哈，谢谢。好，然后我们接下来呢，很感谢哈，我们有人在线上跟我们说话哈，这一个人是我们要请爸爸上来说明一下哈。长荣中学的同事，我捌去加拿大找因兜伫加拿大。哦 ，OK。这个长荣中学老师，长荣中学老师哈，谢谢你。李老师，李信木老师，谢谢你，李信木老师。谢谢你哈，来祝福我们哈，然后也愿你们全家平安、健康、幸福。然后再来是我们的师母哈，曼谷真理堂，我们的师母哈，其实我们牧师妈妈12月
回天家，对不对？我们牧师是前2个月10月回天家所以去年简直就是我们那个泪水的一年，对不对？就那个晚上就是有他祷告最后一个。对，这个很特别就是其实那个晚上我还在飞机上赶不回去，结果很巧的是，我们师母那一天居然在台湾她因为就是她因为有事情，然后在台湾，然后她就帮我特别去看妈妈然后她有录到爸爸跟妈妈一起去参加圣诞晚会，因为其实那一年去年的那个圣诞晚会听说提前了，对不对？那个护士说本来是下周才要办，结果提前在13号的时候办13号对不对所以那一天晚上他就是跟爸爸一起我有看到那个录影片爸爸还牵着妈妈的手所以很感谢师母特别跑去看，然后帮我们留下很珍贵的回忆那师母也是很坚强因为牧师先离开了，然后也让我们面对妈妈的事情就更坦然就知道说他在天家有牧师陪着他很好，有很多的人在那边陪着他，就没有这么的感觉，没有这么的伤感，然后就觉得说很幸福对，然后接下来呢，我们爸爸要说刚刚没说完的吗？时间已经拉得很长了，我想刚刚我主要是要讲人肉体以外有灵魂有感情，所以我讲迄阵阮妈妈甲我讲一点小可迄个伊望去甲看到迄个，就是对于别人来讲是一个普通的故事，对我来讲那像一首诗。因为为什么讲一首诗？因为伊的话每一句拢有感情，互人感动。每一句的话拢有，反正你咧看诗也是咧唱歌，就是呢人有感情。我要讲的是讲人有分做2个，一个是肉体，一个是灵魂的内底迄个人。所以保罗就有哪用安尼解释讲外衫塌落去，就讲甲上帝的衫塌落去，安尼你就袂赤身裸体。伊讲长平就讲帐幕人生。我即摆伫世间是住帐篷。我若离开遮，就要去永远的厝，迄是上帝去的。我拄则会重点讲安尼。好，谢谢。谢谢那我们接下来要来唱一首歌，就是我知谁掌管明天，这个是儿子林宇邦选的那我们相信，我们不知道明日将如何，但是我们知道上帝掌管明天那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歌。我不知明日将如何，每时刻安然度过。我不求明天的阳光，因明天或转阴暗。我不为将来而忧虑，因我知主所应许。今天我必与主同行，他深知前途光景。许多事明天将临到，许多事难以明了，但我知主掌握明天，他必要领我向前。许多事明天将临到，许多事难以明了，但我知主掌握明天，他必要领我向前。许多事
降临到，许多事难以明了，但我只主张我明天，他必要领我向前，但我只主张我明天，他必要领我向前。好，谢谢。那我们接下来我们由木轩有一个思念的一首歌曲，他用小提琴的方式来表达。那我们在这思念之后呢，我们就请所有的人上来跟大家晚安哦。所以等一下所有的人到荧幕前面来跟大家晚安啊，谢谢。让我们用1分钟的时间，然后也思念我们的母亲，在天上的母亲。接下来就请所有的人，我们一起上来。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好，平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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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平安，晚安，晚安，快乐，平安，晚安，晚安，拜拜。